顶个月，丹那是风台扫过哦，西南沿海有真侪所在失电超过1礼拜，嘛造成一寡气温升腾甲真严重。因为即马有真侪气电共生的设备，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甲郑嘉彬就开记者会建议讲，供电厂应该嘛有法度就近来供电，互气温也是社区来备用。经济部甲台电是表示讲，伫技术上是无问题。 电火条倒规排，气温拍空气的水车嘛拢袂顶袂动。但若是风台过了后，台南沿海部分的所在停电超过1礼拜，有袂少气温鱼仔拢死了，损失真正力。袂少气温边仔都是光电棒，光电拢已经恢复送电，敢无法度直接供应互边仔的气温早起民进党立委举行记者会，讲目前的设计也无法度。 一般使用的部分的这个电力是要降压之后110或220的这个电力哈，那个没有办法未经转换，没有办法直接提供。立委张嘉彬表示，光电棒若要就近来供电，都要有离网运作的设计，甲切换的设备，包括离网型的逆变器、独联的系统，另外控制系统要有自动切换离网模式的功能，嘛要设计微电网的架构才有法度。为了让我们的电网分散。 为了让我们的防灾应变的能力提高，那么这个模式呢，一定要请台电、经济部跟农业部共同来思考推动。经济部认为技术性会当处理，当咧甲台电讨论，台电嘛讲技术的问题会当克服。基本上这个构想上，在现行技术上基本上是可行的。啊，没有外电太阳能现在是没有办法发电的，没有办法送出来的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搭配储能或是发电机，啊的概念是这样的，所以。 技术上现在都有了，技术无问题，恐惊是卡伫土地，农牧用地是属于非都市的土地。目前若要起独联的设施，有面积的限制，敢若会当起较小型的。若要设置一定规模的独联设施，都要放量相关的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